过年就要红红火火的，少了炒货那是肯定不行的。铁锅一炒，炒出来的就是家乡的味道。老板，这花生多少钱一斤？花生12块钱一斤呢，给我称几斤，称3斤。称3斤个。好。帮我称5斤吗？称5斤呢？要1斤个，好，8斤称1斤啊。不行嘛，都有，不行。我叫朱发敏，我是地地道道的乌沙人。我从2015年开始经营小花生的。做炒花生还是我们本地的小花生最好，因为我们这里土质松软，适合花生生长，炒出来以后酥脆可口，尤其的香。老爸，花生能吃了吗？稍微等一会儿，现在还不能。好吧。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每家每户过年都要炒花生，这个是必须的。本地人家的话，你家里不炒花生的过什么年？炒花生特别脏的，炒10来斤花生，咖喱的卫生要花1天时间去搞，这个带到加工点去加工，炒个10斤花生才几块钱，再加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常年在外头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干了一回，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在家里炒。像这种东西现在很难找的，即使你想用它炒，你也很难找得到。但是我们乌沙人呢，对乌沙小花生呢还是有情结的。前几年开始有朋友问到我，在哪里能买到地道的小花生呢？那个时候啊，我才深深地感受到，原来有很多人去了外地之后，不是买不到炒花生，而是找不到家里的这种味道。以前呢，吃的东西少，只有拿炒货当零食，既好吃又实惠。现在呢，各式各样的零食挑都挑不过来，炒货在大家心里面也渐渐的成为了年味的象征。陈总来啊！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想把咖喱的味道送出去，不管你走多远了，都能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，那种感觉是最幸福的。